吓死我了！我的事情很快就要结束了，以后啊，你可以单纯的做你的丈夫，再也没有别的任务了。什么？再过几分钟，我就会去找柳峰。找他干什么？你知道我到天海来，一是来保护你，二是来找杀我爸的人。我知道。现在看来，我们的敌人是一样的。敌人？谁？杀了云叔叔，设计夺取红领的人，和杀我爸爸的幕后真凶，很可能是一个人。这个团第一手造成了今天天海的格局，想一家独大。你是说苏轼？你查到了什么？是柳峰，这是吴学兴派来的间谍。他之前接近你，很可能是有目的的。小九的死，魏天狼的死，韩元仓的死，都是跟他有关系。而且宋兰珍这个人，也是柳峰派来的间谍。你是说他是苏轼的人？宋兰珍？那徐若海呢？现在不是了，他背叛了苏轼，苏轼的人得想办法除掉他。上次想杀我的人，不是柳峰的手下，就是吴学兴的手下。至于徐若海，我倒不觉得他跟宋兰珍有关系，他只是老毛病犯了。但宋兰珍这个人，我一定要交给警方。不可能。你不信吗？你是说柳峰他是凶手？现在还不知道，但是很快就会真相大白。会不会柳峰也是被人逼迫的？他也是迫不得已的。也许是，但不管怎么看，柳峰对这件事无关的几率很小。杀人还是这个利益集团，里面的人不会太干净。如果凶手真的是柳峰，你会怎么办？我会把他交给警方。你希望我杀了他，给明叔叔报仇吗？还是交给警察吧。那段叔叔的仇人，你准备怎么处理？我不是答应过你不杀人了吗？你放心。我知道你找这些人找得非常辛苦，我这样是不是太自私了？我也不想变成杀人凶手，你帮我下了这个决心，我谢谢你才对。如果柳峰他不是凶手，他会不会……我得走了。
飞，我相信你，我也希望你能够接纳我，平安回来。放心吧。我们点的出发往那边赶，估计你会先到。报警了吧？还没有。你觉得现在报警会更好吗？先报吧，毕竟我们的能力有限。好，你到那边先不要打小金车。知道了。你以为还和之前一样吗？等会儿，你是吴学兴派来的？吴学兴已经被我感觉过了，你是他最后一张牌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呢？我可以帮你洗白身份。吴学兴付你多少钱，我给你双倍。你要知道，我跟苏氏内部很多人都有关系的。就算今天你杀了我，吴学兴也付不了你酬劳。但是你要是跟我合作，天海市只是我们的第一步。我说是明白，那什么老爷子专门叫我回来。要想活命，快跑！你保护他有什么意思啊？你让我杀了他，我们好痛痛快快打一场。你杀不了他，更赢不了我。大力点，没感觉。是吗？哇哦，就这个能耐啊！啊 ，Come on， 来呀！可是刀上有毒，十几分钟就能要了你的命。十几分钟，你能挨那么久吗？住手！段飞，好久不见。你回国了？没想到我回国不到1个月，竟然见到你。这一趟没白来。快走！你不是说刀有毒吗？自己尝尝。你干什么去了？没干什么。站着。
我说没说过，女孩子不许这么晚回家。妈，我累了。你是不是又去你外公家了？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妈？小雅，你怎么了？小雅，你有什么事你跟妈妈说，你怎么了？妈，我想爸爸了。你说他还能回来吗？张飞，又见面了。唐警官，屋里的杀手已经确认死亡，你认识凶手吗？我说认识也没用。布雷这个人，在哪儿也没有什么记录资料。他到底是什么人？他没有合法的身份，我只能说，他非常危险。我会向上级申请特殊警力来围捕布雷，但是需要时间。唐警官，你一定要正视这件事。他只要盯上了猎物，就绝对不会善罢甘休。他盯上了谁？很可能是柳峰，也可能是我。柳峰在这个案子里位置特殊，还不知道他对问讯是什么态度。他可能就是死掉那个杀手的雇主。你们还留什么资料吗？如果真的是雇佣杀手的话，能留下什么书面资料呢？而且什么呀？进去看看你就知道了。他是协助调查重要人员，没关系。我们刚来的时候，这里只有尸体，这期间应该没有别人进来过。这地方一目了然，什么也没有。就算柳峰真的像你说的是个阴谋家，这个地方也不是他真正的办公地点。我推测他只是把这里作为秘密据点，所有公务都是通过电话指挥手下在别的地方执行。那你打算怎么处理柳峰？我很想帮你断飞，但是按照这个情况来看，柳峰是这个案件的受害者。难道两个高手无缘无故的在柳峰会所打起来，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？从法律上来说，柳峰不用为贝尔的死负责。我们会要求他持续协助调查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他的行动，但是没法申请逮捕令。你不能把他留在警局吗？他现在去就医，晚上会移交给警局，但是最多扣留24个小时。如果他的律师来了，时间还会更短。他怎么说的？他说他在律师来之前什么也不会说。那麻烦唐警官去试试能问出什么。好。